各位你哋好，我叫做周傑輝，嚟咗雪梨大概44年。我係一位基督徒嘅律師。我係一個普通嘅人，冇乜顯赫嘅背景，亦都冇特別嘅才幹或者能力。我只係靠着主嘅恩典，同埋支持我嘅太太。我日頭工作，晚間去大學讀書。咁將近40歲嘅時候，先係法律學位畢業，做一個見習律師。如果我有任何嘅成就，都係主所賜俾我嘅。我嘅家庭溫暖，亦都係主所賜俾我嘅。我所誇口嘅就係主嘅自己，因為我嘅好處唔喺主以外。我寫律師手記呢本書嘅目的，就係要話俾大家聽。平凡如我，亦都可以被主多方嘅使用。我願意藉着呢本書與你分享。我所有嘅就係一個簡單愛主嘅心，簡單侍奉主嘅心。我願意為主擺上，主喺我生命當中係首位。我要努力嘅侍奉我嘅神。我相信，如果你願意嘅話，你都可以盡你微小嘅力量，有限嘅生命裏面，喺職場上、家庭上、工作上、生活上，喺唔同嘅崗位同埋唔同嘅環境，把握機會，為主發光，為主發熱，見證神、榮耀神、傳揚神嘅美德，就係一個普通嘅信徒。只要你有信心、有意志，主會加俾力量。同埋你可以經歷到神諸般嘅恩典，你咁樣努力係唔會徒然，相反係主所喜悅嘅。願意大家都成為一個委身嘅基督徒，嗰個豐盛有使命嘅人生，為主做見證，擴展神嘅國度，成為神大能嘅子民，唯願為禱，阿門。